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跑 Ticker。今日咧398時代電器喺呢2日期間咧就係飆升得非常犀利。13號嘅時候一舉咧衝到40蚊64。從指標嘅角度裏面，我哋查實可以睇得短中紅陣咧呢個量能嘅呢個萎縮係非常明顯嘅。量價齊升之餘咧，量價齊落嘅一個健康嘅表現嚟嘅，即係量價嘅波動咧係一致嘅話。可以話嘅係咩咧？就係後續咧仲有上行嘅一個可能同埋機會。如果量價不平衡或者不同步嘅話，咁我哋就要小心。另外一個打開報價欄裡面嘅一個大戶盤路功能，同埋咧資金盤路功能，亦都可以發現一啲蛛絲馬跡。比如話啦，呢個大戶資金盤路，首先第一個。由4月15號到5月14號咧，呢裏面嘅一個盤路走勢，你可以睇到呢個位置有一條非常大嘅一個伸出嚟嘅呢條線。呢條線其實係咩咧？係拋盤拋盤。咁呢個位置咧係好明顯有大量嘅資金喺呢個點密集成交。咁無疑咧係有莊家主力要擲住個盤，或者喺呢個位置咧形成一個阻力位咁呢個位置嘅價格咧，啱啱我記得係44蚊半。咁亦即係話，我哋可以當定44蚊半係一個相對嚟講咧係一個高點。股價咧衝到呢個位置，喺呢個震盪完之後咧，呢個係一個成本區，或者係資金嘅成本區。震盪完呢個位置之後咧，猛咁衝到呢個位置咧，開始有拋盤出現啦。所以定義有兩個位置，一個係下方嘅支撐，一個下方嘅阻力。支撐係幾多咧？大致上咧係38左右。37、38，咁我可以當成咩咧？係機構或者係主力嘅呢個成本位，呢個位置咧係主力機構嘅一個放貨位。中間咧差咗差唔多有20%左右嘅呢個收益。38到45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就係一個相對嚟講就係一個空間差價空間，即係以20%嚟拋盤。咁另外一個我哋亦都可以發現咩咧？即係話啦，期間呢個位置有冇放貨咧？冇嘅。咁呢個位置先係放貨位放貨位咁亦即係話啦，主力其實喺呢個位置有一定嘅一個拋盤出現。咁我哋再嚟睇啦，後續有冇機會升上去咧？咁我哋就觀察當44、45係一個阻力位。咁如果主力要出手嘅話，佢一定會點會再上行一步。喺呢個位置點吸籌之後咧，再突破，亦即係話啦，我哋可以發現咩咧？呢個位置佢喺度吸籌放貨，然後回落咧，有冇可能再吸籌再上咧？所以一定要觀察住44到45呢個位置有冇可能被突破。如果有可能被突破，咁主力就要行第二波。所以我哋嘅入貨位相對嚟講，我哋嘅呢個可以追係應該係追高。但係冇低級我哋係唔知道主力想要點嘅。如果我哋想要知道主力想點咧，就一定要定義佢低級嘅時候咧，呢個動能嘅方向係咪以一個突破為主？我寧追高唔踩空，相對嚟講咧反而更加好。OK， 咁今日嘅介紹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